第二单元声调。第九课台语的本调。本调也有人讲原调。这课要讲的是咱声调的规则第一个部分。台语的本调一般来讲是讲八个声调，有八个原调的意思。咱要介绍声调，用三度音来做说明，也就是讲每一个声调，咱拢用落、咧、咪来代表低音、中音、悬音。所有的声调拢会当用落、咧、咪来概括说明。所以伫遮，咱就来一个一个示范，同时也有口诀例句会当帮助咱的学习。第一声是悬音拖长的声，三度音咱就甲写做咪，咪拖长的声。记咧三，三就是第一音的这款的声调。第二声是高降音，就是对悬音降落来到低音的这款声调。可比讲底，底这款的对悬音降落来到低音的，就是第二声。这音咱讲叫做咪咧咯。第三声是低音拖长的声，低音咱讲是落落拖长安尼，就是第三声。可比讲苦，苦。第四声是一种入声，是一种中间音的入声。这音会使讲是咧，袂使拖长哦。可比讲垮，垮。第五声是对低音升到中音这款的声音，讲号做落咧可比讲人，人这款的声就是第五声。第六声伫一般的原调内底并无出现第六声。第六声是一种中音升到悬音的这款的咧咪的声，咧咪这款声。第七声是中音拖长的声，这音会使讲是咧，可比讲偏。第八声是另外一种入声，会使讲是悬音的入声，伊的音叫做咪，袂使拖长哦。咪就亲像滴，滴。第一声到第八声，咱用记咧的这几字来甲倒起来，叫做三底裤垮人下偏滴。咱会当甲第六声的这个记咧甲牵起来，伊是一个塔这个字尔，基本上伊伫原调袂出现，所以咱嘛会当甲变做七字的口诀：三底裤垮人偏滴。三底裤垮人偏滴。记咧第一句，西
好把比高像落。第二句，牛走兔入羊豆乐。第三句，关罐罐罐关关关。第四句，hen hen hen het hen hen het。第五句，轻轻轻轻轻轻轻。咱以上举例示范的是第六声无发，干那发即两三四五七八七声，因为第六声伫原调无出现，所以咱所读的是干那读即两三四五七八七声。举例，请搁对我念一遍。第一句：西好把比高像落。第二句，牛走兔入羊豆乐。第三句，关罐罐罐关关关。第四句，hen hen hen het hen hen het。第五句，轻轻轻轻轻轻轻。